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滋味館。今日分享酸梅香芋蒸排骨。嗱，家常餸嚟噶，廣東人呢就最中意啦。排骨蒸出嚟點先至會嫩滑呢？有竅門噶，配搭咗芋頭，芋頭又香又粉糯。各位觀眾，影片嘅開頭片尾可能有廣告，希望播放一下，多謝支持。咁想蒸出嚟嘅排骨又腍又滑，洗嘅方法都好重要。首先將啲排骨開多一啲水，浸30分鐘，或者你唔介意嘅話，可以開少量嘅流水，俗稱為啤水啦，都係30分鐘。目的係盡量去除血水。好啦，30分鐘之後，倒咗浸出嚟嘅血水啊，搖一搖佢，清下一啲水分，等啲排骨唔好咁濕。第二個步驟就係加1湯匙廚用酒，同埋1湯匙粟粉，用手撈勻1分鐘啊，等啲粟粉滲入排骨裏面，跟住擺放15分鐘。粟粉呢可以令到啲肉質鬆弛。咁15分鐘之後，沖洗一下，再開多一啲水，浸30分鐘，或者開少量嘅流水，啤水30分鐘，釋出剩餘嘅血水。用咗呢3個步驟，排骨蒸出嚟就唔會又硬又鞋嘅啦。嗱，倒咗啲水之後，盡量瀝乾水分備用。酸梅香芋蒸排骨，呢度有半磅芋頭，將佢切粒，切到好似排骨咁上下大細啦。嗱，頭先瀝乾水分嘅排骨，仲要用廚房紙將剩餘嘅水分索乾一啲。嗱，我係用咗1粒酸梅，將酸梅核挑咗出嚟啊，唔要㗎啦。然後加1湯匙黃豆醬，即係麵豉醬啦，1茶匙生抽，適量胡椒粉，1茶匙糖，1湯匙廚用酒，攪拌均勻咗先，跟住排骨都加埋落去。將啲排骨同埋混合醬撈勻，接住加1湯匙粟粉添啊，再撈勻就可以㗎喇。到最後芋頭都加埋落去，撈一撈佢啊。放入雪櫃1個鐘啊，等啲排骨入味。好啦，1個鐘之後，用隻大隻啲嘅碟，將啲排骨同埋芋頭鋪平，唔好重疊喎。用中大火蒸45分鐘，蒸得夠時間呢，啲排骨先至會夠腍㗎。咁蒸好咗，唔好開蓋喎，焗15分鐘。點解要蒸45分鐘？
要注意啦，你想蒸出嚟嘅排骨唔會又硬又柴，要跟我嘅步驟用粟粉洗，蒸45分鐘，係用半蒸燉嘅方法，蒸出嚟嘅排骨會更加之腍滑。你蒸排骨會唔會又硬又柴呢？試下我呢個方法啊，有出乎意料嘅驚喜。好啦，多謝大家睇到片尾，尤其多謝願意支持廣告嘅觀眾。響下一集我哋再見。